你夠鐘就夠人啦。今日我哋安排咗2次會議處理議程上嘅2個項目。在第一次會議完結後呢，我哋會休息10分鐘。第2次會議呢，將會喺上午嘅11點10分開始。咁呢就好似11點鐘有麵包，如果你嗰啲仲未食早餐嘅良友麵包，要11點就有，因為佢冇咁早開工。提醒委員，假如委員在今天會議處理嘅事宜係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話，請委員按照議事規則第83A 條嘅規定，就在該事宜發言前披露有關利益嘅性質。亦都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第84條有關在直接金錢利益嘅情況下表決嘅規定。項目5和6 FCR 括弧2014-15括弧36A 和37A。接下嚟2個項目均與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有關，我建議一併討論有關文件，然後分開表決。第一份文件 FCR 括弧2014-15括弧36A， 請本委員會一併考慮 FCR 括弧2014-15括弧36號及 FCR 2014-15括弧36A 號文件，並批准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而開設的3個非公務員職位，以及4個公務員常額職位。第二份文件 FCR 括弧2014-15括弧37A， 請各委員一併考慮 FCR 括弧2014-15括弧37號及 FCR 括弧2014-15括弧37A 號文件，批准在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下開立一個名為政府總部創新及科技局的新開支總目及一個經常開支分目，並為新開支總目嘅提供為數不多於25,495,000元的撥款，以及設定編制上限為1,348,500,000元。為咗解答委員嘅問題，財務委員會有以下嘅官員列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淑儀女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黃志祖先生，處理創新科技處處長黃宗恩先生，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先生，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錦平女士。莫乃光議員，但係第一輪5分鐘。主席，我今日發言呢，其實心情都好沉重，因為我知道呢，想盡快成立呢一個創科局呢，本來係對香港好嘅，但係今日我哋好恐怕只係會花4個時間喺度呢互相指責，我哋科技界呢就做咗夾心人，呢個好可惜嘅。主席，我自從係 ITBB 喺10多年前被殺局之後呢，一直都係爭取重設呢個科技局，一直嘅立場都係未變。我喺2012年當選入嚟立法會嗰陣時呢，第一項工作就係按住我嘅政綱，就係要求呢分拆上馬成立呢個科技局。呢個就係嗰陣時呢同埋業界一齊嘅簽名卡。我哋嗰陣時嘅爭議係唔大嘅，業界同埋政黨普遍都係支持呢成立呢個科技局。呢個係2012年9月。咁但係點解而家到今日都仲未成立嘅科技局，對咁多人有咁多負面嘅觀感呢？一切都係拜梁振英所賜。連呢一班嘅業界人士呢，好多呢有部分呢，其實都已經開始係對推呢一個局嘅手法係有懷疑。一般嘅市民未必明白呢個科技或者科技局嘅歷史，但係當梁振英呢，佢強行去推呢個創科局嘅撥款，係公眾呢，就係將呢一個創科局嘅觀感直接同佢本人嘅形象係掛鈎。咁佢嘅形象係乜嘢嘢呢？就係僭建建啦、國民教育啦、干擾大學運作啦、收取 UGL 5000萬嘅秘密費用啦、拒絕向香港電視發牌啦、濫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啦、以言入罪啦等等。佢咁嘅形象去急推嗰個創科局，點樣可以令到市民呢係相信佢真心係為咗推動科技呢？我早前喺答問大會嗰度問特首，我話呢，實際啲咁問你啦，推動科技有啲嘢你可以而家即刻做，唔使等個創科局。就係例如呢，政府可以帶頭去多啲採購本地嘅產品同埋服務，
同埋公務員嘅職位咧可以代替，唔好再係咁多咧係用外判改善2000幾個外判員工嘅待遇，改善個業界形象。只要政府即刻做呢啲嘢咧，就可以令到市民相信咧，成立創科局係為咗公眾利益、行業利益均衡發展而係出發。但係梁振英咧問非所答，講成唔關佢事咁樣，只會咧令到市民更加質疑成立創科局嘅目的。咁目的係咩呢？我哋睇翻嚟咧，聽翻嚟咧，就好似係話要定位做深圳嘅聯繫人，叫啲專業人士北上去打工。香港嘅 IT 人係唔甘心就係咁樣嘅。早前呢，傳媒揭發劉明偉先生豪捐5000萬美元俾佢個仔嘅做嘢嘅研究院。同埋傳聞呢，佢仲會做埋呢一個新局嘅副局長，都係令到香港人係擔心創科局係會成為建制派嘅提款機。我10幾年嚟去爭取重設呢一個科技局呢，普遍嚟講業界係支持嘅。我仍然係認為一個獨立嘅科技局更加可以專注咁樣考慮到呢係科技界嘅各種嘅政策嘅配合，改善政府入邊嘅統籌工作、資源調配，其實對整體香港嘅社會發展係有利嘅。但係市民對於創科局嘅觀感同埋態度咧，隨住梁振英政府嘅管治越嚟越差咧，由支持變到懷疑。市民呢係感到，我亦都感到咧係非常之可惜，但係理解到市民嘅憂慮。呢個呢就係前線科技人員俾我嘅，佢哋呢就係發起一人一想，就係要反對倉促咁樣去成立個創科局。佢哋話梁振英冇接觸過佢。我哋 IT 人呢，其實只係想咧正正經經憑自己嘅能力、創意、汗水，做好自己嘅產品服務，為社會貢獻，改善個行業環境，係唔想睇到個行業咧捲入啲乜嘢要搞關係啊，同呢個巴結啊，嗰個巴結啊，然後呢，或者係睇住人哋去搞呢啲咁嘅關係，業界就變咗一個蛇齋餅糭利益輸送。我哋重演嗰啲乜嘢嘢嘅咩互聯網咩專業團體，又去喺政府嗰度攞1億幾千萬，然後呢就搞啲咩支援計劃嘅嗰種世界。主席，本來個項目10月翻嚟呢，俾多幾個月局長同埋顧問佢哋呢排同啲議員已經喺度傾緊呢，去解釋嗰啲政策。同埋呢，係令到對個新局有懷疑嘅業界人士去同佢哋傾下偈啊，或者係同啲議員傾下偈啊，提出翻政府嘅藍圖啊，件事會順利好多，10月就過㗎啦。但係梁振英呢，就要重演2月情人節嘅劇本，加一個不遊說、不能遊說嘅對俾啲反對嘅議員呢嘅情況之下呢，就係強行要加會，佢又唔遊說，又不能遊說佢哋，結果呢，強行通過其實呢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但係就加咗喺主席你財委會之上，即係難為咗你些少啦。但係呢，其實梁振英嘅目的只有一個，係引發拉布、重啟 vote them out 嘅說法。所以我好高興呢，泛民大部分同事都唔中佢計，但係實情係呢，科技局仍然係成立唔到，政治鬥爭繼續，批鬥係繼續，並非香港之福。請范國威議員第一輪。好啊，唔該主席。主席你見點啊？見你肥嚟有鼻水喎，你頂唔頂得順啊？今日鼻敏感啫，鼻敏感啊！食咗藥㗎，不過要少少時間處理。你飲多啲水，食啲浪裝嘅藥，如果唔係行出行入就麻煩啦。我哋仲有排捱嘅。主席，新民主同盟呢係反對梁振英政府去成立呢個嘅創科局嘅。我作為呢一屆嘅新任議員，我好強調本土權益嘅話呢，我都認為今次呢個創科局嘅成立背後其中一個考量呢係盲目嘅中港融合。我過去呢亦都多時係批評蘇錦樑局長佢有負責嘅自由行嘅政策啊，一簽多行嘅政策，令到盲目嘅中港融合呢，香港人係受苦嘅嚇。而家呢，就連我哋嘅食水問題，因為有一啲境外嘅預製件呢，都令到香港人嘅基本日常生活呢都受到嚴重影響，係有違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即係嚴謹監督政府嘅一個嘅即係工作嘅成效嘅。我想問蘇錦樑局長都係呢個盲目中港融合嘅施政嘅思維，因為策略發展委員會文件講得好清楚，喺2014年嘅11月嗰度呢，梁振英提出將9項嘅議題要納入提交俾大陸政府嘅5年規劃建議書，其中一項就係提到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同埋講到明呢，係叫做重點嘅範疇，就話銳意要成為大陸同埋其他國家之間嘅超級聯繫人，為大陸嘅創新同埋科技產業咧係作出貢獻。好明顯，梁振英咁樣講咧，政府係急於成立創新科技局嘅原因呢，並不是
並不是政府同埋建制口口聲聲講話扶持業界發展，而係要利用香港而家業界現有嘅優勢呢，係幫助大陸發展，所以政府先至係急需係要有局長級嘅官員同大陸係去協調，而唔係政府之前一直話局長要喺協調唔同政策局呢個嘅講法，所以我質疑創新科技局嘅成立呢係要配合大陸政府嘅13、5規劃。梁振英為咗達成北京政府俾佢嘅政治任務呢，係早前不惜犧牲漁業貸款呢啲嘅民生撥款都要呢係要去即係脅迫立法會呢係要強行通過呢個創新科技局嘅撥款。我想問商經局局長，你而家周不時同大陸官員協調過程呢，係往往以大陸利益為主導。你曾經答立法會質詢嘅時候都講到明你負責嘅政策範疇嘅自由行政策係咪調整，最終都要由北京政府決定。你而家負責創新及科技嘅政策，其實有乜嘢政策係需要同大陸係去協調同埋配合嘅呢？有乜嘢政策你而家係冇辦法，又或者係冇能力係去協調？而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之後，係點樣係去確保香港嘅科技界嘅利益權益係唔會因為政策偏向大陸而受損嘅呢？局長，多謝范議員嘅提問。其實我多次解釋過啦，我哋相信呢創新及科技呢係經濟發展嘅主要嘅動力。呢個呢可以使到我哋香港嘅經濟呢更加多元化。咁喺從宏觀嘅角度嚟睇呢，其實喺科技嘅發展呢，我哋亦都需要呢同香港以外嘅經濟體系呢係合作嘅。咁以往呢，除咗同內地嘅經濟科研方面呢個科研合作呢，亦都有同外國嘅呢啲科研嘅機構合作。呢方面呢，就係多元化嘅。咁其實呢，而家係每個科技嘅發展呢，配合埋製造業啊。咁譬如喺呢個物聯網方面發展呢，好多香港要嘅融資喺個科技方面呢去配合呢，亦都係個科研呢係配合埋內地一個製造業嘅基地。呢一個只不過一個例子呢，已經係發揮咗香港本身好大嘅威力。咁我同外地嘅科研方面合作呢，或者我想請黃宗恩署理處長呢係同大家解釋一下。好啊，處長。多謝主席。其實呢，我哋如果講呢個科研呢，除咗我哋靠本地嘅人才呢，亦都需要呢與外國呢有關嘅科研機構同埋公司呢係合作嘅。或者我舉兩個例子呢，就係喺大學科研嗰度呢，我哋香港嘅理工大學同埋美國嘅波音公司呢，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呢3年都合作咗幾個項目呢，而家係繼續持續呢，就係喺飛機維修科技技術方面呢，係呢個做出嘅貢獻嘅。局長同埋處長，你哋兩個絕口不提大陸喎。我問題針對性地問呢一個嘅策發會上邊嘅文件，梁振英嘅發言講話要為大陸創新及科技產業作出貢獻喎。點解你哋要迴避問題啊？主席，我頭先點解只係提大陸而唔係只係下一輪啦，好唔好啊？黃國興員，第一輪5分鐘。多謝主席。主席，工聯會呢係支持呢一個創科局盡快成立，反對派泛民陣營呢嚟去係各種藉口去拉布，因為呢一個嘅創設呢已經係被拉布3年啦。對於呢一個創科局嘅及早成立呢，其實係香港嘅需要，尤其是係年輕人嘅需要。大學同學嘅需要，亦都係香港呢係要擺脫呢長期係依靠呢個旅遊、金融、地產冇出路嘅做法呢嘅需要。所以呢個唔係淨係梁振英嘅需要，係我哋廣大市民嘅需要。對於作為係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嘅議員莫乃光呢，剛才佢第一個發言指呢個創科局不能夠成立，一切都係拜梁振英所賜。呢個咁樣嘅說法，我認為係倒果為因，亦都呢係不講呢幾年反對派全面拉布、全面不合作運動造成呢一個咁樣嘅結果。我認為呢，佢嘅說法係極之無恥，係倒果為因，係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亦都係
100%對唔住全港呢個資訊科技界，難為呢，佢仲講出呢個咁嘅説法。其實就係因為呢幾年呢一個泛民陣營搞鬥爭，要梁振英落台，創科局就變咗呢，就係成為一個呢係被呢一個拉布呢一個嘅主題。所以我認為佢嘅説法呢，我感覺到極其遺憾，應當係予以譴責。主席，其實呢個創新科技已經係睇到香港呢係如果係同周邊其他地方嘅比較呢，係遠遠落後。2002年呢，當時新加坡嘅 GDP 呢係905.8億美元，而當時嘅香港呢，2002年呢係1663億嘅美元。新加坡比香港呢係落後係54%，但係去到2012年呢，新加坡嘅 GDP 呢已經係達到2747億美元。當時新加坡嘅人口係500多萬，而香港呢係700幾萬，但係香港嘅 GDP 呢只係得2633億美元，新加坡呢已經追過香港啦。更加唔好話同呢一個香港側邊嘅深圳比啦，深圳嘅速度已經喺呢個年度呢係超過香港啦。其實深圳點解會超過香港呢？眾多嘅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對於呢一個創新科技嘅投入。我哋同投入去比，香港呢只係0.7%嘅 GDP。而新加坡嘅投入呢係2.3%。我哋好多同事去外國、去外地去考察，亦去過南韓。南韓喺呢方面嘅投入，亦都達到呢 GDP 嘅3.7%。我哋好多同事又去西歐，又去好多個地方嘅考察。其實大家嘅考察都睇到外國外地區對於呢一個創新科技、資訊科技嘅投入呢，遠遠係超出香港。點解大家都唔講呢啲事實？大家都無視呢啲事實呢？喺南韓98年已經成立科技部，99年由呢個總統做主席嘅，成立咗呢個國家科學技術嘅委員會。韓國科技評估及呢一個呢係計劃研究院，所以其實南韓喺呢方面突飛猛進，早就快過香港啦。新加坡呢係成立呢個科技研究局，91年呢亦都做咗呢個科技發展5年計劃，06年呢係向一個智慧城市方向努力。到2010年呢，亦都求大幅嘅資源呢，開發呢個科研，所以人哋嘅成長進步。下一位梁美芬議員。主席，創新科技局係上一屆呢嗰個代表佢哋業界嘅立法會議員譚偉豪呢喺呢一度爭取咗好耐，最後呢就令到唔同嘅界別嘅議員呢就覺得有共識。咁政府呢其實呢就係找數。我哋首先喺立法會討論創科局嘅，咁呢我記得上一屆亦都討論過海濱管理局，今屆呢我哋有機會落實創科局呢，我覺得即係嗰個路程咁坎坷呢，真係不得不講呢同莫乃光真係有關嘅。點解頭先佢講嗰堆民粹嘅説話呢？如果係由范國威講呢，我一啲都唔奇怪，我覺得佢應該加入佢嗰個政團。但係如果佢代表科技界創科，我真係拗晒頭。你講一大堆嗰啲政治迫害，然之後同你講而家就唔因為人對人不對事。第二呢，我相信科技係講頭腦、講理性、講客觀性。佢講嗰堆理由同佢反對創科局呢，我完全睇唔到任何嘅關係，除咗佢要搞政治批鬥一個人。
佢頭先講嗰堆嘢呢，絕對唔係市民嘅憂慮，係佢個人嘅憂慮。如果我再聽清楚啲呢，原來唔係泛民逼佢，而係佢話佢好開心泛民係同佢一樣睇法，可能佢係遊說泛民同佢一齊反對呢個創科局。我聽咗之後，其實我係為之震驚。我諗科技呢，唔係你唔做呢，就只係原地踏步，係一定不進則退。如果由一個咁嘅業界代表去游說佢哋泛民，所以佢哋走嗰條路呢，就係撞大板嘅。我諗呢，科技創科局嘅成立唔係一個鬥氣嘅問題，係一個時間追逐嘅問題。我可以好口響，我講我30年前我就認為我就推動中港就要融合啊，因為香港係中國一部分，我根本就唔接受殖民地管治香港。我30年前我去中國，30年前我哋就有資格講我哋香港點樣貢獻中國科技嘅發展。今日呢，你自己去睇下，而家香港係要借助。希望你尊重下梁美芬議員，而家係佢發言緊嘅時間。係啊，我聽到啊。即係好唔好彩，我瞓醒覺聽到你講嘢，同埋你把聲，睇到你個嘴唇口噏噏。阿梁美芬議員，我希望補翻時間俾我。我話30年前就應該行到發展嘅前瞻，就唔係而家你自己落後咗，仲要喺度。即係我真係覺得係井底之蛙咯。所以而家我哋係要借助中國佢嗰個基礎，我哋自己利用我哋嘅軟性嘅優勢，中港中西文化結合，我哋咁優秀嘅人才，我哋自己要再進一步發展啊嘛，唔係閂咗道門啊嘛。所以頭先嗰一堆咁民粹嘅説話，實在令我好憂慮。我好多大學嘅同事唔係我嗰係嘅，佢哋講佢哋任何一個可能做你哋嗰個科技界代表都好過你啊！你自己要諗啊，點解係咁啊？我諗呢，而家我哋睇創科局嘅成立，我哋覺得最重要係為年輕人。呢個創科局佢可能要行好多步先會成功，但係我認為逢係一個新嘅嘗試，你係要俾佢試，唔一定第一步係成功。但係你哋科技都係咁啦，都要試幾步，最後就有突破就成功啦嘛。香港唔可以再有時間輸啊！我希望呢，真係你哋能夠揾啊最新科技發展有中立性，唔好淨係諗住政治批鬥一個人，你自己應該攬住你嘅業界嘅發展，攬住香港年輕人，佢希望喺科技嗰個發展能夠得到支援。我覺得專門成立呢個創科局呢，我自己係全力支持嘅，主席。我希望提同事咧，即係同事不停批評我冇緊要啊。不過即係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個創科局個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希望大家如果同事可以互相。即係唔好太多批評，大家係講翻呢個議程，咁啊，即係我諗係對成件事講係好嘅。不過我會一貫我不嬲嘅做法就係第一輪大家發言，我係寬鬆啲嘅去處理啊。梁國議員以規程問題，你唔係規程問題，你撳鐘排隊，你未撳鐘。鍾樹根議員，唔好嘈住我啊！主席。局長，我諗呢個創科局都係凶多吉少嘅啦。即係電腦咧就有好多病毒嘅，原來電腦界都有病毒，有一種病毒叫做木馬病毒，即係咧扮支持，扮係有對嗰個電腦咧有程式，個程式咧個電腦有好處嘅程式，其實咧就害緊個電腦，想整瓜個電腦嘅。電腦業界都係，咁啊不幸咧，電腦業界係選咗個電腦病毒出嚟，呢個電腦病毒咧。就害業界啦，即係我覺得咧，剛才莫乃光咧所講嘅發言咧，我覺得真係不可理喻。如果梁振英乜都唔好，咁佢乜都唔好做啦嘛。咁你唔係淨係創科局啊嘛，咁你驗水而家話獨立調查啲水，你都唔應該成立啊，係嘛？咁啊乜都揾法官都唔應該揾法官，乜都唔好做。你咁樣，咁不如大家自殺成個香港。我諗佢哋都係想獨愛香港就冇計啦，因為呢啲都係電腦病毒。解決，你唔好嘈啊！我講嘢，話俾你聽，你翻去將軍澳食你嘅咖喱飯。同事們，希望你哋對住我講嘢，唔好互相交談。唔好嘈啊嘛，影響我。你唔需要。冇返時間俾我，唔該啊。鍾樹根議員，你唔需要回應佢嘅。好，主席啊，即係話，如果唔搞創科局，淨係搞採購，搞本地採購就得啦咩？
如果淨係搞本地採購，係咪即係換句説話講，之前即係或者而家香港政府完全都冇做本地採購咧？咁 OGCIO 做乜嘢咧？點解 OGCIO 以前係咪真係成日都買外國嘢唔買本地嘢咧？咁呢個真係局長一陣間要答啦。咁莫乃光又擁抱 OGCIO 喎，前個總監喎，話佢醒喎，話佢冇得頂喎。咁而家又話佢唔買本地嘢，如果買本地嘢就解決業界嘅問題，咁啊前後矛盾。仲有講咧，即係啼笑皆非。頭先啲同事都講啦 ，IT 人唔甘心翻大陸啊 ！IT 人最早翻大陸啊！我80年代啊，我都唔知幾多同事啊下海自己翻大陸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如果大陸嗰個 IT 界嘅發展，我哋不嬲香港人都有貢獻嘅，而且成個 IT 界。如果你連埋大陸去做咧，你係擴闊咗好多。等一陣，佢哋嘅訂購，佢哋嘅發展都係好大。鍾樹根議員，等一陣，姚思榮嘅規條問題啊。主席啊，我喺呢度聽嘢咧，我想聽聽每位議員咧發言嘅內容。我明白。成日咧咁樣講，我聽唔到。你係咪規條問題啊？規程咧肯定規程啦，影響我即係聽大家嘅意見啊嘛。講冇2分鐘，有啲突然嘅聲音出嚟，咁樣點聽嘢咧？咁好唔方便喎，其實對我哋唔公道啊！你講咗啦，鍾樹根議員。好，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加入呢個5年計劃咧，其實係對我哋一個機遇嚟嘅。竟然咧有一啲咁嘅同事咧就話要自己捉個場，你點樣可以會發展咧？我哋 IT 界。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冇一個專門嘅局帶領我哋去發展我哋嘅 IT 界。但係呢啲人咧就係真係井底之蛙，淨係企個井嘅周圍咁轉住咧，就以為係最大。頭先講你話擔心個成立呢個 IT 呢個科技局，就有好多業界嘅蛇齋餅糭。我想問下，而家嘅蛇齋餅糭派咗去邊？莫乃光個互聯網協會佢自己啊！又收咗幾多蛇齋餅糭咧？佢可唔可以講出嚟啊？係嘛？你講咯。咁咪啊？我喺邊度收咗利益，唔可以隨便咁樣亂噏噏就噏。你乜嘢鬧我其他嘢，你講個政治。莫乃光議員，你一陣間再撳鐘去係啦，咁啊最好咧。鍾樹根議員，你可唔可以將你嘅發言環繞翻喺呢個議題上邊？係啦，而家我都係環繞翻嘅啫。咁佢嘈住我就環繞唔到。我都希望大家同事唔好互相攻擊，大家互相尊重個議會嘅規則。劉慧卿議員、梁國雄議員，我希望大家互相尊重，唔好喺個議會裏邊喧嘩，好唔好？范國威議員。收聲啦！我希望大家，鍾樹根議員，大家唔好用啲咁嘅語言同大家講嘢啦，好唔好？你要講嘢就同我講。我而家同你講啊，你叫我收聲我就收聲，你繼續講啦。好啊，主席啊，即係話要解決。唉，范國威議員，如果你繼續喺同事發言嘅時間，你再打斷佢嘅發言咧，我就要請你離場噶啦。係啊，繼續啊，你繼續。嗱，你繼續再發言，我要請你離場嘅范國威議員。收聲啊！主席，我同你唔好再叫同事收聲，好唔好咧？佢嘈住我啊嘛！你望住我同我講嘢，你叫我收聲，我就收聲。你而家你開聲講嘢，繼續。好啦，我而家講啦，好嘛？主席，即係要解決呢個電腦啲病毒問題咧，就有時咧 debug 又好，揾啲清電腦病毒嘅軟件都搞唔掂㗎。因為咧，你就算 reformat 嗰隻 hard disk 咧，啲電腦病毒都會存在嘅。所以對於業界呢啲電腦病毒咧，你就好似咧處理電腦病毒一樣，釜底抽薪，換咗個機去。所以咧，如果要呢個創科局能夠成立咧，今屆都幾大鑊，即係除非換人嘅啫。將來換咗人咧，咁啊先業界咧先係有運行嘅。多謝主席。馬逢國議員，第一輪5分鐘。主席，我希望我發言呢，即係我哋啲同事就唔好再有任何干擾啦。
首先我發言咧係支持呢個創新及科技局嘅成立，我認為咧成立得太遲。其實喺10幾年前我做議員嘅時候咧，當時已經同特區政府提出，譬如話包括咧即係建議特區政府支持呢係將呢個晶圓製造業即係帶入香港作為龍頭產業咧，係可以發展一系列嘅科技產業嘅。咁可惜當時嘅董特首同埋財政司司長啦，曾蔭權先生咧都係毫不感興趣，所以咁啊成個項目咧就去咗呢個天津。咁喺呢度咧，即係除咗我話支持之外咧，亦都想俾大家了解一下。啱啱前日，港區人大代表咧就去深圳考察，30個人大代表咧去參觀咗大概有8個深圳嘅高科技嘅產業，咁包括咗華為啦、騰訊啦、大族激光啦、邁銳啦同埋大疆。呢一啲創新科技產業咧喺深圳只係開展咗最耐歷史嘅就係20年多啲，有啲好新嘅只係10年左右，譬如好似騰訊係10鬆啲年啦咁樣。咁但係佢哋發展到而家呢，即係嗰個產業規模呢，深圳嘅18000億人民幣嘅 GDP 呢，有3成半以上呢，都係由呢啲新嘅科技產業去貢獻出嚟嘅。光係一間華為公司呢，喺全球嚟講呢，已經係即係聘用咗接近20萬嘅員工，而佢哋嘅年齡呢，都係好年輕嘅，28歲以下嘅咧佔咗佢嘅絕大部分。就好似騰訊為例咧，佢其實係差唔多80%嘅員工咧都係28歲以下嘅。我想喺呢度講咧，即係深圳佢哋其實有一個好明確嘅要發展科技嘅政策，所以佢係出台咗咧，譬如話佢要佈局嗰個戰略性嘅新興產業咧，主要係7個領域，包括喺生物啦、互聯網啦、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嘅信息技術、環保節能咁樣。咁而喺呢7方面嗰個發展咧，都係飛速發展嘅。頭先我有啲同事咧講話，即係我哋要搞科技係為咗貢獻國家咧，即係開玩笑。喺科技嘅前沿咧，其實即係我哋國家係相當多嘅領域咧，都已經係國際領先，而其他嘅咧就仍然係即係追趕得非常之快。就以深圳為例咧，其實佢都係有相當多嘅領域咧係好領先嘅。我喺呢度舉一啲例子。就好似過去嗰3年啊，深圳企業啊喺境外新設嘅2000萬美元以上嘅研發機構啊，即係啲研究中心啊，去投資嘅係有90家。華為同中興咧，分別咧喺全球佈局咗係47個同埋18個研發中心，有一部分咧係通過呢個收購係能夠達至嘅。而佢哋喺嗰個所謂貿易嘅技術貿易額啊，即係嗰啲 IP 嘅產業啊嘅輸出啊，係52億美金，52億美金，呢個係 IP 嘅 transaction， 即係技術嘅貿易。喺3年裏邊咧係成倍咁增長。咁呢一系列嘅，我有好多嘢我想講，不過我相信我冇咁嘅時間啦。即係我相信咧，我希望我哋嘅同事咧，第一唔好對我哋個國家嘅科技發展咧，即係表現得咁無知，以為香港可以有好大嘅貢獻啊！而有啲唔願意接受佢嘅事實咧，我覺得係有啲甚至係進行一啲抹黑咧，我覺得係無恥啊！所以喺呢個領域嚟講咧，香港已經係完全係落後。我哋能夠做到幾多嘢咧？我哋喺土地資源又冇啊，人才資源都缺乏。我相信一間深圳嘅大企業啊，佢哋所包含嘅技術人員啊，已經等於或者超過我哋香港總體嘅喺呢方面從事工作嘅人口。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再唔去急起直追咧，我睇唔到香港嘅前景仲可以點樣發展。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好誠意希望我哋嘅同事，我哋已經喺呢個問題上咧係浪費咗3年嘅時間啦。喺而家嚟講，我哋能夠重新出發、重新起步咧，或者仲有啲希望可以追趕上去。喺局部嘅領域、局部嘅項目咧，可能仲可以做一啲嘢。譬如好似嗰個大疆無人機，由300萬創業，科技大學一個2年級生創業之後得唔到特區政府嘅支持，係得到佢一個教授嘅支持。佢而家已經發展到咧係1年接近80億嘅銷售額，喺全球無人機嘅領域咧係領先同齊。我哋睇到咧，即係既係興奮啦，因為呢個係香港。葉國謙議員，多謝主席。我覺得咧，
即係對呢個創新科技局呢個成立咧，大家都無論我哋建制派好、反對派好，大家都應該比較理性地，大家應該去探討呢個係我哋香港嘅前景，我哋香港嘅發展。如果淨係香港靠一個金融啊、物流啊啲咁樣喺現時咁單一嘅而咁樣嘅經濟發展體系咧，真係對我哋香港真係長遠發展係冇好處。即係剛才咧聽到有我哋一啲反對派嘅議員提及到創新科技局嘅成立唔到，搞咗3年到而家，就因為阿梁振英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講法，唔好再將佢咁政治化啦。呢啲唔係事實。仲有啲議員咧，范國剛議員竟然覺得喂帶范國威啊，係啊，范國威議員你話要帶，仲要帶大陸發展。請你知話啦，即係你要睇睇而家內地嘅發展係點樣飛躍法。剛才咧就馬逢國議員都介紹啱啱港區人大去，咁我咧就只能夠星期4一個上晝去，咁其他嘅我只係去睇個華為咁跟住可以翻嚟，因為你拉布㗎嘛，我又要翻嚟呢一個會裏邊。我淨係華為我自己因為自己要揸車入去，我去等大車到嚟嘅時候，我根本喺個華為。我以為一個簡單嘅地方咪揾到，去到之後根本係揾唔到邊一度地方係即係我要到嘅地方，因為成個華為咧，俾我而家唔好講我個選區啊，我喺呢個觀龍選區，我包埋其他西環其他嘅一個經貿區等等嘅面積都唔夠呢間公司大啊 ！A、B、C、D、F、G、H 嘅區，你諗下。入到去所睇嘅，而家依間嘅華為嘅公司已經係喺世界裏邊喺通訊首屈一指，所以我哋即係現時嘅我哋香港係有人才。頭先啱啱馬逢國都講到嗰個我哋嘅就係科大嘅2年級生佢哋自己畢業之後，佢自己就去到裏邊發展。而家嘅發展係點樣？我哋就要有一個咁樣，因為有咁嘅條件要俾。我哋香港既有人才，下邊可以得到發展，呢個就要喺局裏邊，即係話，即係有又係有一啲咁樣嘅政策局好，或者係實際上嘅政府部門喺方面嘅支援，我哋先至可以發展到。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我哋真係冇乜理由咧，大家仲喺度去蹉跎，冇乜理由仲係去阻止一個現時嘅先進嘅科技呢方面嘅發展。有啲都提及到，即係對於特首咁最深地或者係咁樣嘅不斷嘅要求，都係一次兩次係過唔到，因為技術問題以及時間問題，到今次第3次咁樣。呢點我相信唔係喺自己個人嘅問題，而係真係睇到香港係要多元化嘅發展。所以咧，即係我真係好希望、好期待咧，我哋議員大家都真係要以香港嘅利益為重，大家都唔好摒棄一種咁樣嘅政治嘅，即係一種嘅宮鬥，而大家係行翻到嘅現實上，大家覺得呢個係對香港有好處嘅，放綠燈咯，大家一齊努力。我相信咧，陸乃光議員你亦係喺資訊科技界裏邊咧，你自己都係一個成員，你亦睇到嘅，即係你亦應該喺方面去推動，咁樣先至係我哋香港之福。我係全力支持呢個創新科技局，係能夠係盡快喺方面嘅成立，所以呢個撥款嚟講咧，我同民建聯都會全力支持嘅。多謝主席。廖長江議員。多謝主席。剛才馬逢國提嗰個人大嗰個深圳嘅科技嘅視察咧，我都有參與嘅。咁我同佢一樣，都要提早翻嚟參與呢個財委會嘅會議。其實參觀咗幾個大嘅即係個科技公司咧，華為同騰訊大家都熟悉嘅。但係大疆咧係即係我哋正話講過話，即係本來係應該落腳喺香港嘅公司咧，就而家喺深圳度。咁佢係而家佔有呢個無人機市場咧，個世界市場咧係60%嘅。咁我問過佢呢個點解叫大疆啊？我以為佢係大愛無疆啊嚇，然後佢係話大智無疆。
咁呢個改名方面咧，我覺得都係可圈可點嘅，亦都係我哋特區政府咧係應該作為一個警惕嘅作為一個警惕啦嚇，我哋個政策方面係足唔足夠俾我哋嘅科技產業嘅支援？咁賣稅咧就即係做嗰啲醫療設備咧，無論係你話激光嘅設備咧，同埋呢個手術床咧，咁佢都包括嘅。咁所以我睇過嘅個體驗咧，就係只有4個英文字可以形容嘅，就係深圳咧喺個科技創新科技方面咧係 light years ahead 啊！咁我哋嘅佢哋個 GDP 嘅投入咧係7%嘅，佔佢哋 GDP 佢個科技嘅投入。咁我哋只係0.7，我覺得呢個數字咧係直情係可恥嘅。咁其實個問題咧就唔係話大陸需要香港去幫助佢哋係有關呢個科技嘅產業，而係人哋肯唔肯分一杯羹俾你。所以我哋咧係要尋求中央政府嘅支持，所以我哋先至喺呢個產業咧先要有一個喘息嘅機會。而且我睇到嗰啲咧，佢哋根本就唔需要香港，因為我見到佢哋裏邊嗰啲洽談呢個商務嗰啲人咧，大部分都係外國人嚟嘅。咁變咗咧就係，所以我哋咧就唔可以喺度墨守成規。我哋成日都以為係大陸係要靠香港先至可以得到發展。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我哋嘅經濟咧係需要多元化嘅。如果唔係咧，香港嘅經濟咧將會係黯然無光。咁成立咗科技局之後，我係希望咧香港嘅創新科技咧係會有足夠嘅公共政策支持，而唔係使到我哋嘅科技創新嘅成果、研究成果咧係忍痛割讓俾其他國家同地區。其實創新科技亦都可以幫助其他嘅產業啊、產品啊同埋服務咧係現代化嘅。咁係一舉多得嘅一個舉措嚟嘅，所以我哋已經係講咗好多年啦。而家係我勸喻各位同事咧，而家係付諸行動嘅時候，我係支持呢個科技局成立。多謝。希望同事大家要互相傾談，離開個議事廳傾談，好唔好？李卓人議員，主席，今次我係好同意阿鍾樹根嘅講法嘅，真係香港本身係有病毒。嗰個病毒咧就係梁振英。如果喺梁振英有呢個病毒個主機唔換嘅話咧，其實佢會係蠶食咗香港係本身嘅創新。一個好清楚嘅例子就係點解香港電視當時係佢要蠶食咗佢，係要消滅咗佢，係將一個行業創新嘅行業去扼殺，而扼殺嘅理由係好荒謬嚇，覺得好似呢就係唔想有咁多競爭。咁所以呢，其實如果你講話病毒嘅話呢，確係我哋好擔心一樣嘢，我哋好贊成創新科技，但係我哋唔覺得係梁振英係去主持或者去推動一個局就可以將個創新科技呢係可以做到。反而我哋擔心呢，就係其實喺佢嘅推動之下呢，其實都唔知會做到啲咩出嚟，因為本身我哋睇唔到佢除咗話創新科技局之外，實質係有咩內容。咁大家好多時，大家啲人大代表頭先講好多關於呢係去內地見到深圳嘅科技產業方面嘅發展。咁但係而家大家要諗下，到底而家我哋香港本身其實仲有冇產業呢？如果有產業就好喎，但我睇唔到佢而家搞呢個創新科技局係想搞產業喎。所以可唔可以呢？蘇錦樑你解釋下啦，講俾我哋啲人大代表聽，你而家係咪諗住搞產業呢？你係諗住搞完嗰個，當然你會支持，我哋亦都好支持呢啲研究科研嘅研究。咁但係你支持科研研究呢，其實根本而家已經有基金啦，有大學啦。咁我哋好贊成大家可以更加多啲嘅資源落去支持佢哋。
但你找個創新科技局本身，其實都無助於呢樣嘢。另一方面，我亦都睇唔到你創新科技局係諗住搞產業。咁可唔可以蘇錦樑話俾人大代表聽，到底我哋香港係諗唔諗住產業化？我好記得呢係喺董建華時代呢，其實有一間好有名嘅電子公司，咁當時係電子嘅，佢話諗住嚟香港做產業，咁但係收尾呢，又唔知點解喺裏邊內部政府又搞唔掂嚇，咁然後跟住都冇咗，咁跟住我哋睇到呢，就係個地產病毒呢，就繼續入侵香港，就數碼港就變咗一個地產項目。咁我而家科學園當然呢係個地產項目又冇咁明顯嚇，但係呢我哋擔心其實最後搞咩創新科技嘅，最後又係攞啲地出嚟，又唔知係攞嚟做辦事處，而唔係真係攞嚟呢係做創新科技嘅產業。咁可唔可以蘇錦樑話俾我聽，你哋有咩產業嘅願景啊？我哋好想聽下，因為我從來冇聽過。局長，主席，其實創新科技咧本身就係一個產業，亦都幫助其他嘅產業咧去發展，成為香港經濟咧能夠多元化。咁大家亦都知道咧，其實香港本身嘅科技發展咧，就能夠帶動唔單止喺科研方面，亦都係喺其他嘅專業服務嘅產業裏邊咧，都係可以發展嘅。咁亦大家同我哋都呢段時間咧，同好多議員去溝通咧，大家都認為咧，香港其實咧應該係引入翻呢啲嘅高增值嘅工業翻嚟香港去發展。咁大家亦都留意到最近呢，喺我哋科技園裏邊咧都有個新嘅政策咧，係喺譬如喺工業村裏邊呢，我哋優先係吸納咧香港經濟持續增長重要嘅呢啲嘅科學與創新及科技嘅產業。涵蓋咧整個嘅呢個嘅價值鏈嘅，呢個係包括研發啦、原型製造啦、產品設計、生產、測試同分銷、行政管理同市場推廣、品牌管理啊。咁呢啲一連串一條龍嘅呢啲嘅產業發展呢，係而家正就係我哋嘅喺產業方面發展嘅一個嘅方向。其實亦都要借助咧呢個創新及科技咧，先至能夠將呢啲產業咧喺個供應鏈裏邊，喺個價值鏈裏邊咧係提高嘅。呢個係大家要一齊咧去鑽研嘅方向，亦都要睇翻市場方面嘅一個需求咧，係由科技咧去配合喺呢方面咧係高增值嘅產業發展嘅。下一位係陳健波議員。主席，我諗世界各地咧產業增長最快咧，創造最多職位同埋財富咧，都係科技產業。相信大家都好同意嘅。美國係咁，深圳都係咁。科技局呢已經拖拉咗幾年，而家咧去到呢個最關鍵嘅時候。我哋今禮拜咧開咗28個小時嘅財委會，就係希望咧俾各位議員咧多啲時間去發問，同埋針對呢個撥款建議咧係盡快表決。到24小時咧，我一直喺度等，一直喺議會，一直希望咧能夠盡快咧係投票決定成立 ITB， 令到香港可以盡快咧成立 ITB 咧係全力推動咧香港創新同埋科技，為年輕人咧係創造大量嘅職位，解決咧佢哋上游嘅問題。呢幾日咧，無論係激進派同埋溫和嘅反對派咧，都話10月翻嚟咧就一定能夠通過。我不禁要問呢，點解我哋要白等3個月呢？係都要等到10月先通過呢？香港已經慢過世界各地咧好多㗎啦。立法會唔撥款，只會傷害咗香港整體競爭力，傷害咗大量年青人嘅職位，扼殺咗大量年青人嘅前途。所以我喺呢度咧好懇請咧係，無論係激進派同溫和嘅反對派咧，就唔好再拖啦。你哋都顯示咗你哋嘅喺財委會進程嘅操控自如，中意快就快，中意慢就慢，力量無窮。我真係唔相信呢地區嘅選民咧選你出嚟咧係為咗阻住香港發展，阻住年青人創造大量職位。我哋真係要年青人有上學機會，就一定要諗辦法令佢哋揾到錢，令到佢哋可以組織家庭，令到佢哋可以買樓。創新科技呢，其實係一個唯一嘅希望。我真係好唔甘心，點解今日唔通過？係都要等多3個月？唔通真係就為咗鬥爭，為咗鬥政府？而家你哋都贏晒啦，仲要拖？我可以忍受咧，反對派過去24小時咧嬉皮笑臉啊，揮灑自如，中意點就點。但係而家得翻3個鐘，我真係好懇請大家咧係高抬貴手，快啲表決，唔好再令香港市民、香港年青人咧白等3個月。多謝主席。黃定光議員。多謝主席。
我諗創新科技局嘅成立呢，香港嘅市民、業界同埋其實各界人呢，都希望能夠盡快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局。呢個對香港嘅經濟影響到將來我哋嘅民生，我希望反對派呢喺度再要反思一下。早期呢，反對派有人話已經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低嘅創新科技處嘅，點解又要架床疊屋搞一個創新科技局啊？咁，我覺得監管新嘅科技行業、制定法規，係研究香港生產力嘅發展需要啲乜嘢科技，需要點樣去創新，係要有啲乜嘢政策，俾各行各業能夠進一步去發展。呢個就係創新科技局要成立創新科技局嘅目的。早嗰排喺早階段嘅時候，啲人又話要創新科技局搞乜嘢發牌啊，諸如此類。呢啲發牌，電視台、電台嘅發牌，我諗嗰個同創新科技局係兩碼子事。呢樣嘢，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創新科技局佢係統籌成個香港科技將來發展嘅方向，係咪一個處可以搞得掂呢？土地資源、財政嘅調撥，各方面要制定有關政策，所以一個局係非常之必要嘅。呢樣嘢，我諗莫乃光議員應該好清楚。其實剛才有好多同僚都講過，唔理解莫乃光議員點解會咁樣嘅。另外一個呢，更加荒謬嘅，今日過唔到，10月就過到，你哋保證啊？溝通3年啊，仲唔夠咩？3年前梁振英都未上台啊嘛，嗰陣時點解你哋到搞到家下呢？對事還是對人呢？呢樣嘢，我覺得今日希望能夠盡快處理好呢件事，等香港科技嘅發展個路向能夠早日上路。多謝主席。下一位善頌佳議員。多謝主席。首先呢，就其實呢，財委會呢喺早前呢係用咗3個半小時通過咗50億創新科技基金。我相信呢個50億嘅創新科技基金呢，對將來推動香港嘅資訊科技嘅係有實質嘅用途嘅，亦都會獲得本會嘅支持。我記憶中呢，就係0票反對通過嘅，所以呢，就大部分嘅立法會同事都係支持推動創新科技。但係咪支持而家梁振英建議嘅創新科技局呢？係兩回事，亦都係兩碼子事。立法會民主黨喺立法會大會個決議案裏邊呢，2次呢關於呢一個嘅創新科技局嘅成立呢，我哋都係投棄權票嘅。我哋投棄權票嘅原因呢，主要有幾個。第一個呢，一個超級嘅蚊型局，包括嘅範圍呢，只係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同埋呢一個嘅創新科技處，一啲同科技發展有關或者同創意事業有關嘅呢，包括創意香港同埋通訊嘅事務呢，都唔等喺呢個新局裏邊。講完又講，講咗第一次反對咗，棄權咗，第二次你都係原封不動再嚟，所以呢，我哋都因為咁呢，唔會繼續呢，唔支持你哋呢一個嘅科技局。梁振英呢，見到佢呢係打壓創意產業多過呢係支持創意產業。喺電視發牌一事呢，係表露無遺。我都喺呢件事情喺創新科技局呢件事情呢，
當然我哋都要對事，亦都要對人。對事嘅意思就係、我哋既然成立一個局，不如將相關嘅創意同埋科技嘅部分呢加入呢個新局裏邊，集中資源，唔使政出多門。對人呢，就係、要睇清楚梁振英究竟佢有幾大誠意去推動創新同埋創意嘅事業。喺呢一個嘅廣播事業一役裏邊呢，係令到市民呢十分憤怒，無法令到市民呢係相信呢梁振英有呢一個決心。而家仲喺度上訴緊，阿局長，你嗰啲牌照啊，而家仲喺度坐緊、雪緊，仲唔喺度發翻出嚟，係嘛？香港係奉行呢一個自由市場嘅，係嘛？牌照冇科技嘅限制，你咪發咯，發咗佢。做咗2年、3年唔成功嘅，佢自己都要接啦。使乜你哋去把關呢？如果你哋透過你哋去把關，唔俾人哋去做呢，唔俾人去攞牌做呢，呢個係咪推動呢一個創意產業呢？係咪推動呢一個創意香港呢？呢啲問題就好清楚啦。説咗一次，又再説多一次，我哋無法支持你呢一個創新科技局。梁耀忠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剛才好多同事咧講咗好多所謂嘅理由咧，去支持一個嘅創科局。咁但不過可惜咧，就係呢啲理由咧，就係即係好難說服到公眾，亦都說服唔到我。咁因為咧，事實上咧，就係第一咧，就係我覺得真係呢個係多此一舉嘅一個嘅局嚟嘅。因為如果即係而家嘅處，甚至乎而家嘅局，即係呢個嘅新聞咁樣嘅局啦，你個做唔到工作嘅話咧，其實你大可以增加人手。而唔係一定要係成立一個局嚟去解決問題嘅。咁因為呢個成立一個局之後嘅話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出現咧，就反而係會係浪費咗好多嘅不必要嘅開支，呢個係無謂嘅。但係如果而家咧，就算你話人手唔夠，做唔到應該做嘅嘢嘅話咧，你咪增加人手咯，去解決問題咯。而我記得咧，就係喺有一次咧，就係啲官員講咧，就話：哎呀，而家由於冇一個嘅局成立嘅話咧，導致到佢哋咧係唔能夠同一個嘅業界進行較為好嘅交通，或者甚至乎係做唔到溝通添。我就真係好唔明啦，點解有個成立一個新嘅局就可以同佢建立好良好嘅或者係緊密嘅溝通，而家就唔得咧？你主要都話工作量多、人手多、人手唔足夠，咁你增加人手，咁咪可以解決問題咯。咁點解你可以話俾我聽，成立局之後就可以同業界建立更加良好嘅溝通呢？呢個根本難以說服人。而況且就蘇錦樑局長咧就不斷講過，佢話咧我由於我要顧及到好多好多嘅工作，我唔能夠咧係集中到精神咧去發展呢個創新科技。我真係好奇怪啦！如果呢一個論點係啱嘅話咧，咁係咪其他局都可以用呢一個類似嘅理由咧，而一分為二，一分為三咧？特別嘅就係我哋而家嘅防運局嘅局長搞到滿城咧都係飲水思源嗰時候，咁佢咪又要成立多個局嚟去睇睇啲水咧？如果係咁嘅話咧，我所有嘅局咧都不斷可以即係不斷分拆。只要佢講嘅説話就係工作量多，我唔能夠集中精神，就可以咧就係成立一個新嘅局嘅話咧，咁我諗我哋即係呢個嘅成個政府運作咧，就唔知點運作落去。所以呢個都唔係一個好好嘅理由。而仲有咧就係剛才有同事講到就話即係如果有呢個創科局存在嘅話咧，就可以發展創新科技，就可以係為青年提供更加多嘅出路，如果製造大量嘅就業機會。第一，文件冇咁承諾過，如果有嘅話請你指出嚟。第二，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其實真係打咗而家嘅局同埋而家嘅處咧10巴掌，即係佢完全冇做嘢啦，係咪一啲嘢冇做過啦？如果有嘅話咧，點解連少少嘅創意嘅出路都揾唔到出嚟，少少嘅就業機會都冇咧？如果係嘅話，點解一定要揾個局嚟去做呢樣嘢咧？所以呢個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你係即係有一個嘅論據理據話支持成立呢個局嘅話咧，其實你係咪對於而家呢個蘇錦樑所領導就係話俾我哋聽，佢領導無方？如果係嘅話咧，咁冇辦法啦，佢領導無方，要成立多個局，揾嗰樣人去取代佢，冇辦法。
但如果唔係嘅話，點解唔係由個局同埋佢處而家做得好啲咧？檢討個地方點解做得唔好法咧？你用邊一個論點檢討完之後就話：哎呀唔得啦，一定要分立成立局咧？我睇唔到。所以主席，我仲有少少時間，想問翻阿局長咧，就係佢上次講過就話啊，如果成立局咧，就佢可以專心做其他嘢咁樣樣。咁好啦，我問一問局長啦，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如果只係成立到呢個局嘅話咧，你將來可以慳咗幾多時間出嚟？可以將你時間咧就集中做啲咩工作咧？局長，好多謝主席，好多謝梁議員嘅提問。喺從制度方面呢，政府架構裏邊設立一個政治問責嘅官員同埋公務員團隊，專注去作為資訊及科技嘅發展呢，呢個係大家都傾過好多次。喺理念上呢，亦都標註住咧政府咧相關持份者同埋社會對創新科技嘅重視。咁呢度我唔會再重複。如果係成立咗創新及科技局咧，其實我哋嘅工作有好多嘅。而家喺工商方面嘅發展，我哋例如啦，我哋喺商業方面發展同埋周邊嘅地方去經貿呢方面嘅發展，我哋喺同東盟10個國家傾緊嘅自由貿易協議，喺一帶一路帶俾香港嘅好多嘅呢啲嘅機遇。喺我哋香港好多初創企業啊、年青人發展嘅呢啲嘅機遇呢，都係需要專注嘅時間去做嘅。咁所以呢，喺旅遊方面嘅發展啊，好多我哋唔同嘅譬如工業界，我都成日同佢哋花好多時間去鑽研翻我哋新嘅工業嘅政策會係點樣樣呢？呢啲係需要時間。我亦都希望呢，成立咗呢個新嘅局之後呢，可以俾我多啲嘅時間呢，去專注喺呢啲方面嘅發展嘅。多謝主席。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如果咧今日要傾分拆政策局咧，最應該分拆或者最應該傾分唔分拆嘅咧，就應該運房局，因為運輸係一鑊泡，房屋一鑊泡。不過就算係傾咧，我哋都要傾下究竟係個局長唔掂定個架構唔掂。主席講翻唔講題外話，我驚人哋以為今朝咧係二讀辯論啊！二讀辯論係咪應該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咁二讀辯論咧，我喺舊年10月立法會個發言講得好清楚㗎啦。而家呢啲支持創科局嘅同事呢，就講到好似創科局係盞神燈嚟嘅，你俾錢我啦，好抵嘅啫。梁振英話唔係使你好多錢，幾千萬買咗呢盞神燈翻嚟，刷一刷呢就乜都掂㗎啦。香港一定得，咩都解決到㗎啦。主席，我話俾你知，就算係神燈啊，你都唔知許咩願啊！而家神油架床疊屋，政策不全，冇願景，冇具體目標。陳健波議員就勁喎，佢話一有咗呢個創新科技局呢，就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年青人就冇失業，跟住組織家庭買樓。喂，邊個政策文件講增加幾多就業機會啊？如果有局長一陣間你有機會發言嘅時候，呢一節我未必俾到你啊，你可以講講有幾多個就業機會個分佈係乜嘢？咩行業性質？喺邊一個游嘅中游、上游、下游？冇啊嘛！你哋一廂情願，而家就話科技科技夠講，我都可以同你辯論嘅。但係科技局夠講，我哋就唔同意咯。而家講到呢，就話唯一生路就係俾梁振英開科技局。如果唔係，香港就死得啦。係啊，即係梁振英話 You don't know what you miss 嘛，即係可能你俾佢開個科技局呢，研究到啲長生不老藥又有，研究到啲科技啲有源嘅水即刻變無源又有，即係 You never know 咁。但你要話俾我聽。你嘅政策方向先得㗎嘛？跟住仲喺度拗話拖咗3年，梁振英自己喺佢上次答問大會話3年，你哋跟佢哋口水尾話3年。講起呢3年呢件事呢，呢排好多人 send 電郵嚟多謝啊，毓民大嚿長毛啊，當年拖死咗呢個5C 14局，如果唔係我哋而家就副財政司長、副政務司長。即係老實講啦，啲司局長私底下咧都即係有啲都係覺得拖死咗係好事嚟嘅。香港會變成點咧？係咪攞晒我啲錢去買 A 股啊？跟住蝕晒咁都唔知啊！啫。跟住張震遠就政務司司長，陳茂波就財政司司長。即係講起咧，大家而家至明白到當日拉布嗰個精神精髓在於乜嘢？講翻呢個3年嘅問題，我又希望局長咧一陣間有機會發言嗰時澄清。當年2012年政府架構重組有冇呢個創新及科技局㗎？
嗰個叫做資訊及科技局，成個願景啊，個文件我唔嘥時間讀啦，個政策目標啊係完全唔同嘅喎。跟住你哋修改咗另一樣嘢，再有個新決議文再拎上嚟，嗰陣時已經係舊年。咁係咪可以計埋落同一條數嗰度話3年呢？你改咗嘢拎咗嘢嚟重新排隊、重新研究過、重新諮詢、重新討論過，根本係冇做過。由5司14局到再呢個資訊及科技局變身做創新及科技局，都係冇做過廣泛嘅公眾諮詢。即係你要買盞咩神燈，你都要話俾我聽，都要問下大家肯唔肯夾錢啦。我就當你3年啦，局長，我俾1分鐘你一陣間。咁過去3年政府有咩創新及科技嘅政策、措施、進度、成效，你又可以調陳出嚟，好似長毛講嚇，擺出嚟，跟住唔達標，而家我俾你呢幾千萬開咗個創新及科技局，就會突飛猛進，即刻起死回生嘅咧？你講唔講到俾公眾知道咧？有冇做過呢個咁嘅檢討咧？局長，主席喺2012年嗰時嗰個政府嘅政策重組咧，係有多個嘅跨局嘅一啲嘅重組，所以唔能夠同埋呢一次呢一個嘅，即係唔係3年啦，局長，你即係正面講俾佢聽。即係唔能夠係咁樣去比較嘅。今次咧，其實我哋嘅用意咧，就係喺創新及科技方面咧，係特別去抽出嚟咧，去表示政府嘅重視，同埋喺政策同埋架構方面咧去配合嘅。主席，我相信10秒鐘裏邊咧，我講唔到唔能夠講晒我哋以往1年裏邊嘅發展。如果主席容許我時間嘅話咧，我哋可以喺呢度多方面可以講。都唔使點樣容許啊，因為我哋已經花咗16小時，即係講呢個創新及科技局㗎啦。何秀蘭議員，係啊，唔該主席。我就希望今次嗰啲答問就唔好變成反選舉宣傳啦。如果唔係計選舉經費呢，即係都唔知係幾多，因為呢度燈油火蠟人工啊加埋好貴嘅，仲有局長咁高薪添。咁嗱，主席其實呢，我都要多謝阿葉國謙議員、廖長江議員同埋阿馬逢國議員呢，就講佢哋以人大嘅身份就被邀請返去深圳去參觀一啲產業，係啲創新科技嘅產業。嗱，其實如果政府係想有一個好嘅行政立法關係，你要游說各方嘅議員、不同黨派，大家贊成，咁你就應該揾埋各個不同黨派嘅去啦嘛。即係好似我哋早嗰2年去睇廢物管理咁樣，就同埋行政機關一齊去添。喺嗰個行程裏邊，大家達至共識嘅機會咪大咯。咁好啦。即係政府就淨係即係唔知用邊個方法就淨係請人大代表，就冇揾我哋，尤其是我哋呢啲冇回鄉證嘅添。不過唔緊要，冇得去睇，我哋上網睇，我即刻揾到啦。確實真係呢個華為呢，就做20萬員工呢，做鋰電池、電動車、電動工具、電動玩具、電子煙、通訊設備。大疆亦都好好，咁亦都多謝建制派嘅議員提供資料，就係科大學生做無人航拍機，由300萬做到800億。如果我哋呢個創新科技局係有後邊一連串嘅製造產業跟住，我哋真係舉腳贊成啦。我上華為嗰個網12頁嘅圖片，絕大部分都係佢哋車間生產線嘅圖片啊！請20萬員工，如果你喺香港能夠淨係製造一條生產線都有咁多，仲有其他中下游推銷啊、售後服務啊、廣告啊各樣嘢，你可以製造咗咁多就業機會，我哋點會唔贊成啊？但係呢，嗱，主席，我哋一路即係去請政府去澄清提供資料嘅呢，即係就係你做完呢個研究之後，你點樣去跟進？點樣用產業去跟進，而令到你抌入去嘅資源，唔好淨係講話你創新科技局裏邊嗰批高級人員嗰3000幾萬嘅薪津啊，係你管理呢個創新科技基金。頭先阿單仲偕議員講嗰50億都係啊，你抌咗呢啲資源入去，嗱，如果有10個項目研發到2個項目成功，
其實已經好好，我哋都唔追究你嗰8個係點。但係你研發咗嗰2個成功嘅項目，你點樣跟進？點樣盡用？但係我哋睇到嘅資料呢，就係審計處處長個報告，你抌幾百萬落去研究一個新嘅紡紗項目，但係咧就只係收得嗰5-6萬嘅特許費喎，咁點搞啊？嗱，好啦，其實即係阿蘇錦樑局長呢，亦都係即係肯喺議會外邊溝通，即係我哋都有傾過，因為我都收到一啲資訊呢，就係香港大學嘅醫學院，佢哋都做緊一啲研究。咁佢哋話羅范椒芬女士去探訪佢嘅時候呢，就講嗱，成立咗局呢，就你哋多啲資源㗎啦。其實我同局長澄清過，係咪唔成立局就冇資源啊？唔係㗎，你想研究科技有冇呢個新局，你都有責任擺資源落去啊嘛。咁而嗰個基金擺咗落去啦，嗰50億，仲有大學嘅研發基金擺咗落去啦。咁請阿蘇錦樑局長你證實一下啦。嗱，如果政府要擺多啲資源落去，喺你而家嘅人手，係咪冇法子管理呢個基金呢？即係如果係嘅話，我哋會好質疑你嘅能力咯。咁啊，蘇錦樑局長答呢條問題簡單啲，你40秒應該夠啊，唔該。主席，首先呢，頭先我相信議員講嗰個係人大安排佢嗰個嘅，唔係香港政府安排嘅。咁相信如果議員想去參觀呢啲呢，立法會亦都可以作出適當嘅安排。如果我哋講緊嘅就業呢，唔係一般嘅就業，係用透過科技呢去高增值嘅就業嘅。而我哋係需要一個嘅專注嘅政策嘅一個政策嘅局呢，去喺就住創新及科技裏邊嘅大方向同埋將來嘅發展點樣能夠係發展呢，係增加多啲呢啲嘅高增值嘅呢啲嘅就業機會。咁同埋資源方面呢，我哋其實以往政府亦都投放咗好多嘅資源，將來亦都會繼續投放。但係我哋需要嘅呢，其實係一個策略性嘅呢，同埋我哋嘅業界一齊去將呢個餅去做大，將多啲嘅資源呢喺業界嗰度釋放出嚟嘅。多謝主席。吳亮星如，多謝主席。主席剛才都講過，我哋喺立法會嘅範圍裏邊呢，都討論呢個呢，就對上都有16個小時，亦都基本上一個共識呢，都應該係有一個專責嘅呢個局咧，去處理未來嘅資訊科技，特別係創新方面咧，帶動咗好多其他嘅行業。咁所以咧，剛才所講港區人大，比如去參觀，咁我哋花嘅時間去就唔係好多啫，都喺一路開緊會，我哋又會可以參觀得到。尋晚我哋都趕到翻嚟，即係參加翻會嘅。咁啊，但係呢個亦都唔係淨係人大睇到。因為亦都有好多份嘅媒介咧，本港嘅媒介都去參與嘅，即係都有沿途去一齊採訪嘅。咁我睇翻呢個採訪手記咧，某報啊，我唔好賣告白啊，某報嘅採訪手記咧，都好清楚啦，即係睇到主要嘅你唔好問我啦，問我就答你。吳亮星如。但係我咧就睇得到咧，就已經睇大族激光啊、華為啊等等呢啲咧。剛才亦都有議員睇，佢哋可以喺網上都睇到資料嘅。不過親眼去睇到嘅就係會係睇到更多嘅帶動到啲所謂頭先講嘅上流、中流、下游各種嘅行業咧，都會一齊，因為唔係單一行業嘅，而家好多行業都係帶動到前後。好多個行業嘅一齊推動，咁所以咧，我認為資訊科技界嘅支持呢個係首先對我哋今日呢個項目正式成立批出有關嘅人員嘅薪金等等咧，去組成一個局咧，呢個係我相信資訊科技界應該係大力支持。高教界啦、工商業各界啦、好多專業界別咧，我相信都同樣支持。文件第9段咧，亦都好清楚講到呢個科技嘅研究同埋應用咧，係可以確保我哋嘅競爭力。嗱，呢一個咧係實在對全香港各界都有益嘅，由學界至到所謂商界至到各個專業界都有益嘅。所以我覺得係各界市民都一樣支持。咁如果反對派話，特別係 IT 界嘅代表，居然話用拉布去反對某個CY 兩咁第二個特首，佢一樣係反對佢特首嘅問題。咁點樣將佢擸埋一齊？而家我
見到好多市民佢哋都講，點解反對派成日對住梁振英，於是搞到我哋全市民嘅嘢都會即係反對埋一份呢？咁呢個自然係反對派嘅所謂盲目反對啦。凡政府就反對啦，邊個做特首我諗佢都會反對。咁所以呢個絕對非市民之福嘅。所以呢一樣嘢呢，喺一個咁嘅會議堂上面呢，我希望大家都要係真係針對市民嘅福祉去睇，就唔好再拖慢，就唔好破壞到香港。口口聲聲咩本土利益嗰啲呢，就更加要小心，因為而家嚟講呢，我哋已經俾人家不管係追上咗，甚至拋離咗。呢個喺數據上好，喺我哋可以去實地睇到嘅。咁好多地方呢，已經即係比我哋還要先進。咁樣如果我哋再係攬住一個叫本土主義，好似仲係驚住益咗人哋呢，我諗呢個呢就係大錯特錯，可能會破壞咗香港。我哋又話為咗好多選民啊，為好多市民呢，我諗呢個適得其反。最後呢，對於10月份就可以通過呢個講法呢，的確我值得希望包括反對派嘅同事咧要留意。既然10月份就可以通過，咁呢個項目原封不動嚟講咧，咁啊即係應該係正確嘅。咁7月份就點解唔可以通過咧？點解仲要拖咧？呢個答案市民咧可能就好清晰睇到啦，只係為咗一個目標，就係拖慢佢，甚至乎拖慢當中咧去增加表演機會，或者甚至乎為咗某種利益啊，我哋唔知咩利益啊。但最低限度咧，係令人到懷疑10月份可以通過嘅嘢，7月份何以爭3月就唔可以通過？咁樣係拉布，係危害香港，係最後係市民得益啊，因為市民損失咧。咁我希望咧喺在座咧各位咧都有呢個責任咧，係要幫香港，唔係破壞香港。咁我唔需要政府答㗎啦。我希望咧大家秉持16個鐘頭開咗會之後嘅答案咧。大家齊手去將呢個項目通過咗佢，盡快為香港市民做咗福啦。毛孟靜議員，唔該，主席。一朝早咧，一坐低一聽，真係嚇一跳。做咩好似一個文革式嘅批鬥大會咁？什麼上海下海，即係簡直係胡言亂語嘅。亦都聽聽下，又好似係交心大會咁嘅喎。哇！嗰個陳健波講到真係誇張到咧，只要有呢個創新科技局咧，年輕人就有工返，有工做，就有收入，可以組織家庭啊，買樓啊。呢個創科局咧係唯一嘅希望，嗰類意思啦。嗱，真係呢個議會，你唔可以講説話，你去到咁樣嘅層次。葉國謙就一個唔覺意咧，就用咗啲好文藝嘅字眼嚟形容梁振英，話佢最深地要推廣，一定要成立呢個什麼創科局，最深到咁樣係點解嘅呢？廖長江我同佢答話4個字嘅啫，就因為深圳嗰邊咧嗰4個字 light years ahead， 但係3個字嘅就嗰度請留意下。我反而真係同意馬逢國嘅講法，整件事呢並非係為國家作出貢獻，冇貢獻㗎，因為調轉頭就係梁振英好最深嘅嗰4個字，真係4個字，就係所謂中港融合。中港融合可能係歷史大勢所趨，你都不能夠完全話冇呢回事。但係我哋香港好基本嘅自己一套根據一國兩制之下嘅精神面貌，就唔可以完全就係靠希望梁振英嘅希望係一國兩制之下係冇晒啊！我哋自己嘅一套係完全冇，點樣冇法呢？就係所有嘅中港融合，包括而家你提出呢一套呢。總之，無論係文化、經濟、科技，什麼，香港如果你冇大陸嘅依靠，冇咗呢個靠山呢，香港係不能夠生存嘅。咪就係馬逢國都講啦，大陸使乜理
喺度幫手啊！人哋嘅科技係而家嘅發展係世界上國際上首屈一指嘅，我都同意㗎。起碼10年啊，國際傳媒一直係形容北京政府有全世界最大嘅互聯網警察隊伍。咁當然呢個創科局啊，而家就冇話要管制互聯網，我知嚇唔關事嘅。但係你記得嗎？你哋啲官員喺 IT 嗰個事務委員會講明㗎。我哋嘅辦事嘅範圍嚇，我哋嘅職責嘅範圍咧，就會定期檢討，或者不定期咧，1年一次啊，2年一次啊。你得閒就將互聯網擺入去，咪喺香港成立自己嘅網絡嘅警察隊伍啦。即係香港警隊可能冇你哋啲 IT 咁叻啊嘛，不如你哋又係將警隊嗰邊撥過嚟咯，係任你冇弄嘅。咩都你講晒，網絡世界係最重要嘅。今時今日，咩茉莉花革命啊，喺對面我哋一個大洲以外，亦都叫做 Facebook 革命㗎。你唔擔心互聯網？當然擔心啦！你中國大陸都話有全世界最大嘅互聯網警隊。因為主席啊，我認為梁國雄議員係有啲騷擾我。梁國雄議員，我已經正話喺毛孟靜議員講嘅時間，都已經提過你同陳偉業議員，呢兩位不停咁交談，係啦，多謝你。毛孟靜議員補翻時間俾你嘅，繼續啦。多謝晒啊，主席。喺文明社會，我哋傳統嘅新聞界呢，就係第4權嚇，係行政、立法、司法以外嘅第4權。互聯網嘅資訊世界已經成為係第5權。極權國家、極權政權係最驚互聯網嘅。鄧家彪議員，多謝主席。事實上咧，創科局呢件事咧，泛民咧即係有2種態度嘅，一種咧就半掩琵琶面啊，即係好似好支持咁啊，但係用各種方法去拖啊，又話要溝通，又話做咩唔聽我講一啲意見咧，去補充呢個局。有啲咧就講清楚啦，對人唔對事嘅。其實陳志全嗰個演繹咧係最好咧就反駁莫乃光，佢自己都講到明㗎啦。梁振英未上堂，我已經拖冧你5C14個啦。幾好？呢個結果好清楚，呢個圖畫好清楚，我都唔明點解莫乃光會咁講。好啦，不過頭先佢都講而家都係會睇睇運房局撈埋一住，真係搞唔掂。我都好戥張局長辛苦，乜嘢都關佢事。咁所以就係睇咯，當一啲問題出現，我哋開始反思嘅時候呢，咁有啲事實係唔能夠否認㗎嘛，就係其實係3年多之前係泛民整死咗呢個創科局，呢個第一。好啦，第二，當大家都話香港科技落後，冇人會讚香港科技呢係嗰個發展好過其他地方城市。咁大家又要諗方法啦。咁起碼我哋信嘅方法呢，就係政府有政策同埋資源去統籌，嘗試同其他城市去合作同競爭。呢個係我哋信嘅嘢。咁我唔知泛民信啲乜嘢啦。咁如果話我唔信呢套嘅，好，咁你哋繼續唔信呢套反對啦。咁但係講啲半掩琵琶念嘅嘢10月會好啲。所以咧，好多同事都點出咗呢個問題好關鍵。10月點會好啲呢？頭先有同事啦，就話好好啊，我哋有個經驗去北歐行政立法兩邊一齊去睇焚化爐。我都有去嘅，的確唔錯嘅。當然團長當時咧好在意咧，即係團長就係何秀蘭議員。點解咧黃錦星局長咧會主導咗嗰個嘅交流？咁其實佢都有自己睇法嘅，都唔緊要啦。我諗咧喺呢個交流裏面咧，的確9位嘅同事睇到外國嗰個焚化爐嘅技術係好先進，唔使咁大嘅憂慮。咁但係翻到香港又點呢？咁大家記得啦，今年或者今個立法年度開始呢個嘅財委會嘅審議呢，主席有好大嘅睇法啦，就係又係3個幾月去處理焚化爐3堆一爐嘅問題。
所以講咩行政立法關係要多啲溝通係假嘅，咁啊到最後咪又係拉布。咁所以咧，真係希望你真誠啲啦，對人唔對事嘅講清楚啊。總之梁振英搞嘅一切民生經濟工程我都反嘅，講清楚就唔好搞到咁樣咯。咁但係咧，我都呼籲，咁既然頭先阿何秀蘭議員話，不如行政立法兩邊再睇睇啦，不如局長你又考慮嗱，今日一定過唔到噶啦，暑假又可唔可以真係搞個考察去深圳睇睇咧？唔使好遠，去深圳睇睇深圳嘅創新科技。咁啊，真係達到咗佢哋嘅要求，又睇下佢哋10月之後翻嚟點樣咯，好唔好啊？最後補充一句，即係唔係科技界，我自己唔係科技界啊，我同啲做殘疾人士嘅復康嘅團體社工，佢哋自己都講喎，喂阿標啊，可唔可以咧組織一個咧去深圳？深圳有個好出名嘅嘅機構叫做殘友。就係由殘疾人士呢一個肢體殘疾嘅人士咧，去創立一個科技嘅集團，裏面咧幾百名嘅員工，全部都係小兒麻痹啊、肢體殘疾啊、行動有障礙嘅，好成功。當然講到底，嗰個雖然係一個即係冇咩官方背景嘅人去創立，但係講到底個發展係由政府嘅支持。咁但係連社工都知道，深圳有好好嘅示範可以幫到殘疾人士就業。點解我哋即係又話香港點樣要益大陸？我真係睇唔到呢啲嘢咯。咁所以咧，即係呼籲啦，局長咧用呢個暑假真誠咁樣行政立法一齊去睇睇深圳得唔得咧？封住佢哋把口咯，睇下佢哋10月翻嚟會唔會拉布啦？唔該。何俊賢議員，你要佢答咩 ？OK， 局長。立法會係安排呢一啲嘅去到訪嘅話，我哋願意去配合嘅。你想我哋去同你講話去，咁係咪我鄧議員頭先提出咧，就係或者科技咁，如果係諮詢委員會個主席，或者你開會睇下大家要唔要做呢一個嘅訪問啦。咁呢個翻事務委員會，我哋唔好嘥財委會嘅時間。鄧家彪議員仲有冇跟進？好啦，何俊賢議員。多謝主席。我冇記錯，應該尋日係最後一個資訊科技委員會，點都要翻嚟10月之後咧，先至能夠再上委員會嘅。咁頭先咧亦都聽到鄧家彪議員提到話去內地去參觀啦。咁但係咧參觀嘅成效有幾多咧？我係誠意嘅。頭先亦都提出一個例子，就話之前去睇焚化爐，翻到嚟佢哋投咩票，拉咗幾耐，我都覺得係。大家嗰個關注點並唔係在於我去唔去睇嘅，係在於佢哋自己本身個政治嘅考慮。咁頭先咧，毛孟靜議員就提到呢個唔係批鬥大會，一嚟到坐喺度，我都覺得係啊，因為一坐低第一個發言嘅莫乃光議員咧，3句唔夠開始鬧梁特首，3句唔夠開始鬧佢咯，講到唔關，哎呀特首你做咩啊？好似咁樣講到唔關你事咁樣啊！你有冇心去做啊？佢講過自己真係唔關莫乃光事咁樣，拉布咁耐啊！又話倉促推出呢個創科局，如果多啲時間溝通，10月翻嚟咪過啦！哇！你真係有先見之明，10月翻嚟你又溝通，我覺得你可能喺裏面咧做咗好多溝通嘅工作，控制好財會嘅時間，10月就俾你過啦。所以咧唔係在於你政府同佢溝唔溝通，你做得夠噶啦。咁在於佢哋點樣泛民裏面自己溝通，幾時俾政府嚟過？呢個先係呢個核心。最奇怪嘅咧，就係過去嗰即係過去嗰一個星期嘅財會咧，邊個拉布係知道㗎啦，有眼睇㗎啦。跟住佢仲講一句話，係好彩泛民唔中計。你睇下邊個撳掣撳得最多，係咪先？唔係淨係啲激進派議員嘅，邊個撳掣撳得最多？阿慢必就知啦。佢話要破佢紀錄添，破唔到啊！應該破唔到，我睇唔到你破到佢紀錄啊！大家市民係有眼睇嘅，俾唔俾你過？所以呢樣嘢咧就唔好攞出嚟，就將所有嘅責任係呃喺政府度。但係政府你有責任我唔係話你冇啊！我另外一個奇怪嘅咧就係社會上，佢話到社會上咧對呢個創科局咧好多誤解啊、唔信任啊、有負面印象啊。其實如果真係有負面印象嘅話，其實抹黑得最多應該係反對派嘅，係咪先？
頭先我特登褪後啲去睇，好多泛民都話呢個創科局你整咗出嚟，你加幾多就業啊？點解唔信你啊？跟住又係梁振英噶啦。咁但係咧，阿莫議員咧仲攬住佢嚟錫，我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嘅。咁咪睇下最後佢投贊成定係反對咯。呢一個議案就算10月翻到嚟，開幾多個會咯？我建議咧就係我成日都話唔好將政治呢樣嘢咧擺得太近個業界，我哋應該就事論事，睇下呢個創科局喺未來嘅日子為我哋如何創造到更多就業機會同埋 GDP 嘅。咁當然啦，我一陣間會留翻少少時間，你政府你答一答點樣去創造？係咪唔想你起個局，想你起間廠，等香港啲市民咧去做工廠喺裏面做生產啤嘢咁就得㗎啦？咁你一定創造咗就業機會，甚至我哋唔好用 IT。咁你政府一定要好多人再寫稿㗎啦！哇！呢啲創造職位嘅機會點解唔做啊？我哋係要創造一個比較高產值、科研等等嘅唔同嘅就業機會。我希望政府你提一提，你答我。唔該。局長，頭先其實喺阿何議員發言之前，我都提過呢樣嘢，我哋係透過創新及科技產業本身係個產業啦，同埋佢幫助其他嘅產業去發展呢，係走咗個高增值嘅呢啲嘅就業嘅機會。咁呢一度呢，頭先我亦都解釋到啦，喺頭先講一條龍式嘅服務呢，係包括咗其實喺各行各業裏邊呢，借助創新及科技方面呢，都喺呢個高增值方面發展嘅。多謝主席。何俊賢議員有冇跟進？我想佢講多啲你嘅願景。你而家啲人話你唔點解唔起間廠？你起咗個局，係咪即刻可以創造到1萬個就業機會？你應該係話答俾人知，我而家從起咗個局之後呢，係創造更多人有興趣加入呢個行業，點樣輔助佢發展去創造？而你唔係起間廠啊嘛？你如果唔係，佢繼續叫你起間廠㗎啦。佢喺1、2月嘅時間嗰16小時都花咗好多時間講個願景。有嗰個人再問佢嘛，俾啲時間佢啦。你繼續再講。我再講一次一個比較總結性嘅啦。我哋係相信咧創新及科技咧係經濟發展嘅一個主要嘅動力，亦都可以令香港特區嘅經濟咧更加多元化。喺宏觀嘅角度嚟睇咧，我哋一貫嘅政策咧係致力發展香港係成為一個嘅知識型經濟體系，成為區內不斷進步嘅創新嘅樞紐。喺呢個策略方面呢，我哋嘅方向之下呢，我哋一直呢係採取多管齊下嘅方法啦，包括係提供基礎建設同埋財政嘅資助啦，係發展人力資源，同埋香港以外嘅經濟體系合作咧，培育社會嘅創新文化，以加強咧官產學研各界嘅合作嘅。多謝主席。陳志全議員，希望你唔好俾何俊賢議員刺激到你去破嗰個紀錄嚇。姚思榮議員，多謝主席。創新同埋科技發展呢，可以咁講係全世界先進嘅國家同地區呢，一定要發展嘅行業嚟嘅。嚇，咁佢頭先幾位人大呢情況講得好清楚，淨係一個深圳啊，佢個產業又好，產業其實一定係科技同埋創新先能夠帶動啊嘛。你冇嗰個創新科技點樣帶動個產業呢？所以呢個唔係分開嘅，係一個共同體嚟嘅。唔好講深圳啊，睇埋上海，睇埋中國各個省份。中國喺嗰個科技投入呢方面呢，係全世界震驚嘅。睇下高鐵係咪？而家美國人都諗下點引進中國嘅高鐵。好多嘢我哋真係唔好呢，企喺香港睇自己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所以睇范議員呢講話搞個創新科技局，目的就係幫助內地。呢個真係我諗唔到，我呢個議員呢即係諗睇嘅問題睇得咁膚淺嘅，點解？係嘛？你香港擺喺中國地圖咧，其實幾大？唔好睇到自己咁大啦，係嘛？所以呢樣嘢咧，我希望咧，即係我哋大家討論嘅時候咧，攞多啲資料，聽多啲，睇多啲內地同世界目前發展嘅情況，咁先知道我哋嘅差距喺邊度。一講起差距咧，嗱我哋睇翻咧，即係琴日我哋IT 有個委員會開啦，咁就嗰個發展數碼經濟咧，咁即係商經局嘅同事咧嚟介紹咗有關情況。我哋香港喺嗰個創新科技方面嘅投入乜嘢咧？一個就係科學園，一個數碼港。琴日先至講咧，就要搞一個數據中心，揾3棟大廈去點樣去引進嗰個技術，同埋點樣做成一個數據中心。你睇我哋係零零散散，冇規劃，係咪啊？
係好零碎嘅一個咁嘅投入。咁呢個你又怪邊個？你話商經局咁啊，佢哋係咪做得唔好咧？嗱，你又睇翻啦，商經局嗰度咧要管11個範疇，係咪？乜嘢都管，旅遊又管啊，呢個廣播又管。你點樣去做得好創新科技咧？呢個係事實嚟噶嘛？點解我哋要即係呢個事實？政府係睇到啦，佢亦同意將呢部分成立一個局。呢個其實嚟講咧，大家都知道㗎。我哋呢個差距太遠，馬上成立一個局咧，去發展香港創新科技。點樣能夠使到頭先大家即係幾位人大講啦，利用內地嘅技術、內地資源咧，能夠發展翻香港嘅自己嘅科技，使到香港嘅就業，尤其是我哋嘅IT 從業員能夠多啲出路，呢個係好事嚟噶嘛。但係問題邊度咧？提出嘅人係邊個？呢個提出嘅係梁振英。所以咧，大家係鬥氣，大家話梁振英鬥氣，咁照翻轉頭啦，呢個係梁家傑即係以前話選特首嘅梁家傑，佢提出嚟，我睇今日唔係咁樣討論法啦，可能馬上已經過咗啦。所以問題喺邊度咧？唔係話要唔要成立，係邊個提出？係大家係對人不對事，唔係對事不對人。我哋呢個問題咧，大家要反思一下，係咪要咁做嘢嘅方法咧？我哋嘅議員係咪為咗條氣就拖幾十個鐘、拖幾年都唔俾呢樣大家都認為要做嘅事去做咧？係咪？其實呢樣嘢大家知係一定要做嘅，只不過拖下，等你條氣頂住，咁等條氣唔順，咁先俾你過，係咪要做到咁樣咧？我睇冇乜必要咯。咁我問一個問題啦，就係局長嗰度就係嗱，成立呢個創新科技局之後咧，即係大家都驚咧，即係嗰個有關嘅架構用人咧，即係咪好似以往咁樣咧，達唔到個專業同埋嗰個規劃係做得並唔係太好。咁唔知呢方面咧，即係當局有咩嘢做法能夠使到市民咧對未來嘅架構同用人方面咧有個信心咧？或者我請上任秘書長。秘書長，係多謝主席。喺用人方面呢，其實而家我哋嗰個提議呢係成立一個新局，係有政治嘅團隊同埋有公務員嘅團隊啦。咁喺公務員嘅團隊同其他嘅局嘅組成呢係相似嘅。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嘅專業嘅人士呢係喺呢個創新科技署嗰度，同埋呢係政府資訊總監辦公室入邊嘅。咁亦都有一個彈性喺度呢。以前曾經亦都試過嘅呢，有需要嘅時候，我哋係可以呢用合約嘅形式呢係聘請其他嘅專業人士呢加入嘅。咁亦都等新局嘅局長同埋佢嘅公務員團隊到咗之後呢，再睇睇有冇需要呢去加強佢嗰個組合嘅。但係喺聘用其他各樣嘅方式入邊呢，政府係有一貫嘅做法，而係獨立嘅做法嚟嘅。多謝主席。梁君彥議員。多謝主席。我係代表經民聯係支持創科局嘅成立。其實香港你會睇到咧，我哋嘅產業係單一化啦。咁如果我哋喺科研創新嗰度能夠係做多啲嘢咧，其實唔單止係提升我哋傳統工業嘅領域咧，亦都係俾到好多後生仔係好多科研創新嘅機會。我做 VTC 主席嗰陣時咧，成立咗呢個 Hong Kong Design Institute， 咁而家已經係有目共睹嘅，喺世界上都有名嘅，亦都贏咗唔少世界嘅公開嘅比賽。雖然係學生，咁但係我哋會睇到咧，第一樣嘢，頭先有人講過咧，我琴日都講過，喺40年前深圳先係一條村落，人哋而家40年今日已經個經濟總量你高過我哋香港。佢係唔係世界金融中心？佢唔係世界航運中心，但係佢高科技係好過你香港好多。你中興、華為等等嘅喺晒嗰度亦都有啲係即係中小型嘅企業喺度。咁能夠發展到佢嘅經濟總量係高過香港，呢個我諗就算20年前我哋香港人諗都諗唔到。第二樣嘢咧，你會睇到亞洲4小龍咧，而家人哋個個都係用科技去打贏香港，香港係遠遠落後。大家可以回想到97年前，南韓你會見到一幕幕人，呢啲老人家攞啲金去幫政府捐出嚟。但係佢呢10幾年呢，係用咗好多係做創新，唔單止科技佢係做得好好，而佢個創新喺個電視設計
等等嘅咧，都係世界一流水準，而令到佢嘅 GDP 咧係一路係咁飆升。咁我哋嗰個創科局就可以希望能夠聚焦咧去發展唔同嘅領域，亦都係能夠係聚咗一班科研甚至係設計嘅專才咧，去為我哋去做好多嘢。咁事實上，我哋香港嗰日咧，長毛又話有邊個用國產嘅電話？嗱，呢個就叫蘋果，但係國產嘅喺中國做嘅。而大部分嘅好多零件呢，都係喺中國做。而好嘅零件呢，香港公司有幾個。佢而家就有嗰個條線呢，叫做 Lightning。你如果唔買原廠嘅，你走去買啲副產品呢，係往往係唔夠嗰嚿咁好。淨係個 Lightning 呢嚿嘢香港公司做。OK， 你去買其他嘢，你都做唔到。所以有陣時線買咗出嚟插落去呢，係唔得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嘢咧，睇又好少，係好平，100零蚊一條咧。但係呢啲係高科技。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希望咧，同事能夠為咗下一代，為咗香港嘅經濟發展咧，為咗民生咧，都係盡快係俾創科局喺今日去通過嘅。我嘅問題咧就局長，即係點樣能夠有個創科局能夠唔能夠即刻會有好多工作嘅？但係呢個係需要時間。如果冇呢樣嘢，就連呢樣嘢做都冇啦。咁但係點樣能夠局令到係科研創新嗰啲行業嗰啲專才能夠凝聚一齊，俾晒力量去為香港去做咧？咁有咩政府有咩板斧咧？咁樣，局長好多謝梁議員，亦都同意梁議員頭先講嘅一番嘅説話咧。其實呢個嘅創新及科技咧，其實真係幫咗唔同嘅行業，特別係工業咧，亦都可以呢方面嘅發展嘅。咁新局嘅團隊咧，其實有咩好處咧？就可以集中精力，充分利用香港嘅優勢，同埋咧能夠更大嘅力量咧，係締造一個合時制宜嘅一個生態嘅環境咧，將我哋官產學研咧都連埋一齊。咁同埋咧，亦都要喺跨部門方面跨行業咧，能夠有一個統籌嘅作用。咁專注嘅一個局長咧，對呢方面咧，當然係有佢嘅好處。咁我哋亦都要強調咧，我哋講緊係一個生態嘅環境。如果有一個專注嘅局喺呢度咧，就能夠喺一個高端產業方面呢個生產環境裏邊呢，係能夠係做一個統籌嘅作用。多謝主席。梁家傑議員，多謝主席。如果梁家傑做特首，去推動呢個創科局呢，老早就通過咗啦。但係唔係因為我係梁家傑啊嘛，係因為我唔會用語言藝術，我唔會答非所問，我唔會本末倒置，我會先係講清楚究竟我個覆稿係點，我點樣去幫助香港嘅創科可以搞得上去，清楚交代咗個藍圖路向，咁然後咪嚟咯。嗱，主席啊，其實呢，我唔知你有冇睇過啦，即係喺臉書上邊呢 Facebook 啊，有一頁呢係叫前線科技人員嘅。咁呢一個 page 啊，其實係有多過1萬人已經 like 咗噶啦。咁裏邊呢，就提出咗好多呢一啲從業員呢，界內人士啊，對於呢一個梁振英推動創科局嘅憂慮。裏邊當然有部分係有啲陰謀論，咁但係如果你推動一個創科局呢個政策，係連業界都有咁多人提出憂慮，咁你又繼續嚟硬闖，繼情人節一役之後啊，究竟而家7月啦，中間發生咗啲咩嘢啫？喺立法會文件上面，我睇唔到有咩保圍喎，亦都冇處理到頭先我講呢啲前線科技人員嘅憂慮喎。我見到佢而家喺個臉書上面有一個叫科技人員一人一相，反對倉促成立創科局，佢用倉促㗎嚇。
咁我照讀啊嘛，忠於原著。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憂慮，你可能當佢冇乜料到都唔定啊，梁振英係咪？咁但係你都要處理㗎。嗱，主席，我必須喺度講咧，就係楊偉雄先生咧，其實係好努力嘅，即係佢喺過去2個月咧，係個別有約見，尤其是泛民主派嘅議員。我自己都同佢傾過超過40分鐘。咁但係喺嗰個過程之中咧，當然我亦都係提出咗一啲好尖鋭嘅問題嘅。楊先生咧就唔似梁振英，楊先生咧就不亢不卑地咧，就向我指出，即係點解我要信任佢，亦都講出就係佢唔係一定反對咧，係喺而家嘅文件基礎上咧，係補充一啲資料，以釋除我嘅疑慮嘅。譬如我話，你就算你講唔出真係嘅路線圖，交出個時間表，你可唔可以提供一啲基礎容讓包括我在內嘅立法會以及全香港嘅市民可以客觀地去評估一下，一旦成立咗呢個局之後，你係咪達到原先你向我哋申請撥款嘅時候嗰啲目標呢？咁佢話，如果要講一啲叫做 KPI， 即係 Key Performance Indices 呢，就可能有啲困難。不過佢係願意去思考一下，點樣可以滿足我哋呢方面合情合理嘅要求嘅。咁但係呢，即係楊先生一直咁樣努力緊呢，呢個梁振英就奇怪啊，佢就即係要硬闖呢個財委會。頭先有幾位同事建制派嘅就話，咁如果10月都一定過㗎，點解而家唔係過咗佢呢？我冇話過一定過，不過究竟未來呢3個月政府同埋楊先生佢哋嘅做法係點呢？就當然係會影響10月嘅時候投票嘅取向嘅。咁就即係我覺得呢個好邏輯嘅啫，即係我哋話你而家交代唔清楚，將來撥咗款，我連去點樣審計你行公量值都做唔到，咁啊點通過呢？主席，咁啊，所以呢，我係好希望呢，即係政府能夠撥亂反正，重歸正途嚟到推動呢個創科局。葉劉淑儀，多謝主席，我係代表新民黨支持成立呢個創科局嘅。事實上呢，係新民黨係最早提出嚟呢，應該喺商務經濟局度將科技創新呢部分拆出嚟，成立一個新局嘅。新民黨係喺2011年應該係6月宣布，我哋建議改組政府啊，已經係有咁嘅建議。我因為認為啊，蘇局長你嘅局太大啊，即係個範圍太廣啊，你一個人點兼顧到咁多嘢啊？如果真係要搞好香港嘅科技創新啊，好似梁君彥頭先講，點解深圳啊10年之後面目一新？深圳南山區咧嘅人均高過香港啊？點解人哋做到我哋做唔到？要咩生態環境呢？係需要一個局咧係專注處理嘅。但特區政府呢個創科局建議呢，唔係冇瑕疵嘅，有未完善地方。第一，我認為嗰個規模根本係比較細啊，個每年嘅開支其實好少錢，3-4千萬，主要係轄下2個部門啦，即係呢個創新科技署啦，同埋呢個 GCIO 啦，呢個資訊呢個專員啦 Vincent 坐喺度啦嚇。咁其實既然你嘅局係顧名思義創新與科技咧，其實立法會內好多人都提過，應該包括埋知識產權署同埋 Create Hong Kong 呢個創意。不過政府就覺得第一階段咧應該係穩健啲啊，有個新人入政府，俾佢管2個局2個部門先啦。咁其實係一個好嘅開始，比較細啲。我希望將來可以擴大啦。如果你話做創意，應該睇埋 Create Hong Kong。創新亦都唔離得開版權啊、知識產權呢啲問題嘅。希望將來阿楊將來個局長可以處理埋。咁亦都有啲人話，既然阿楊偉雄顧問已經咁勤力見緊政黨啊，又主持緊呢個科技創新諮詢委員會，咁使乜唔快俾佢做局長？
咁我又覺得唔係喎，我覺得即係呢位未來局長都好似一個婦女一樣，要正式俾個名分佢喎。婦女啊，即係人哋講，你聽我講埋先啦，阿卿姐，男女都要係嘛？即係但傳統咧就話啲女士要俾個名分佢嚇，傳統嘅講法啫。我覺得阿楊生都要正式俾個名分佢，因為我同佢開個會咧，當然佢嘅科技創新知識好豐富啦，有啲咁尷尬咧，因為佢係本來副校長嚟噶嘛。咁佢對住啲校長咁，特別係佢以前嘅校長咁好似矮咗橛咯，係嘛？咁如果佢正式做局長咁啊唔同嘅喎，我覺得啊身份上雖然阿楊生佢係個知識好豐富嚇，咁啊另外咧就如果佢正式有個局咧，佢下面真係有歸佢管嘅部門啊，佢個兵丁真係有啊嘛，係嘛？譬如阿何尚悲嚇，何尚悲。我而家唔知你而家點樣向幾多個老闆啦，係嘛？你向幾多人問責我唔知啦。咁啊，顧問又可以揾你，局長又揾你，或者第啲科技園嘅主席又揾你，咁有好多人揾你咁咯。咁你但係有咗個正式嘅局長咧，對嗰啲公務員都好做啲啊嘛，係嘛？咁啊，所以咧就係我覺得都係盡快成立。就如果今朝可以成立到啊，更好啦，係嘛？咁啊，即係希望各位同事育成呢件好事啦嚇，多謝主席。正話你講快啲，我就預備問冇人問問題就去投票噶啦。咁點知你繼續講多咗，咁而家又多兩個同事咁鐘。有啲良友麵包我好少講嘢嘅主席。喺219，我講笑啫，唔好認真。有啲良友麵包喺219度就可以食啦。如果大家肚餓，林大輝員。多謝主席，主席，多謝主席。主席，剛才聽有部分同事嘅發言咧，都好精警啊！即係有啲同事就話要成立呢個創新科技局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阿蘇局長咧身兼好多任務，有幾多個範疇，幾多範疇，即係兼顧唔到。咁呢方面咧，我都一陣想聽聽阿局長嘅回應，即係就佢哋咁嘅體恤咧，你咩感受咧？即係我覺得你梗係百般滋味在心頭㗎啦，即係認唔認同咧，有得表下態啦。主席，我今日發言咧，其實我係未決定我是否支持即係今次嘅撥款同埋呢個創新科技局嘅成立嘅，因為我亦都未肯定咗佢個必要性、必須性同適合性。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咧，香港一個文明資本主義嘅國際大都會咧，政府推動發展呢個資訊科技呢個係理所當然嘅。係應該要嘅工作嚟嘅，係責無旁貸嘅。佢個動機同埋佢個出發點都係不容懷疑嘅。咁即係從經濟嘅角度好，從市民嘅就業又好，同改善民生，以至整個國際形象，甚至香港持續競爭嚟講咧，推動發展呢個創新科技咧，都係應該嘅。其實今日大家都唔應該討論咧是否需要推動發展呢個創新科技。因為再討論落去，大家都係陳腔舊調，咁啊多此一舉，咁都係借題發揮，大家互相指罵，大家即係批鬥一下啫，就等於現在咧，大家爭住去各大屋邨咧抽啲水去驗咁解嘅啫，冇乜分別嘅啫。反而我覺得咧，我哋亦都可以聽聽咧大家嘅即係意見啊，或者社會意見、各大政黨意見，甚至乎我個意見啊，以至莫乃光業界意見咧，究竟咧政府係用咩方法先係最有效去推動發展呢個創新科技？咁當然呢個嘢，我相信冇獨步單方嘅，一定係多元化、多平台、多途徑、多渠道去做㗎啦。否則如果有一招搞掂，一早已經做咗啦。咁但係所用嘅方法啊、所用嘅模式啊、所用嘅手法，大家其實有唔同嘅意見嘅。當然政府係大晒㗎，政府就話最好係成立一個政策局，所以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局嘅政策局，因為從個政策層面去推動。咁呢個咧，你話啱唔啱、錯唔錯咧，都即係各人各人個説法唔同啦。譬如我哋話想推動文化，咁所以我都要求咧成立一個文化局。但似乎政府又唔係好覺得需要成立一個政策局喎。推動體育，我哋覺得需要一個體育
發展局，咁政府又好似唔係喎，揾個體育專員就得咯喎。咁其實即係好多時咧，一套標準係兩個説法，一個道理係兩套解釋嘅。呢個喺一國兩制下咧，其實大家都習慣咗啊。問題邊個有權係邊個話事，邊個有權係邊個大聲啲要講嘅啫。即係不過問題，我哋一定要相信政府，因為政府往往係有一大班顧問去同佢策劃、同佢思量咧，往往可以做到高瞻遠矚啊、先知先覺啊。你又諗唔到嘅嘢，去諗到，你哋認為唔成功，佢認為成功嘅。咁呢啲其實有時我哋都要可以忍耐下、聽下，咁靜觀其變咯。佢做唔到嗰時咪批評下佢咯，佢做到咪大家拍手掌，我就係繼續支持佢咯。呢個我哋唯有係咁做嘅啫。所以我就話我到現在我都判斷唔到究竟是否需要係成立一個局或者唔成立一個局。反而我覺得咧，政府有時應該要審時度勢嘅。就算你需要成立呢個局咧，都要睇情況去做。反而我成日覺得咧，點樣好似蘇局長個批評佢兼顧好多，其實佢個潛能未發揮嘅。我睇佢個真係我睇佢個底子咧，同埋佢個談吐啊，佢各方面嘅質素咧，其實好深嘅潛質嘅，深不可測，深不可測，深不可測。我以前又低估咗，而家佢開始慢慢我認識咗佢真面目同真實力，其實係有餘不盡嘅。其實只不過係欠一個機會，欠一個平台。其實3年前，如果阿特首唔話成立呢個局，1、2、3打就同佢講，你吹啦，你砌啦，可能喺佢下邊咧請一個副局長或者整個政治助理，跟住利用佢個工商業界嘅脈絡，佢喺個法律界嘅知識，各方各面嘅嘢，肯定3年內咧呢個創新科技嘅發展唔會好似現在咁原地踏步，總有寸進嘅。咁啊寸進好過原地踏步啦，總有少少發揮好過完全冇啊。咁但係問題我哋從來冇機會去喎，淨係話佢難以兼顧喎。我聽有啲人用講啊，有啲行會成員講，喂，佢係律師出身，邊度識得創新科技呢啲嘢啊？呢啲專業㗎。喂，其實我哋香港好多政府官員，即係舉個例子啦，唔識教都去做教育，唔識土地都做土地㗎嘛。其實呢啲嘢人係多元化㗎，做到嗰個位咧就自然識做㗎。你唔識，即係有好多球員咁㗎，佢本身踢開右腳，佢傷咗右腳，突然間教練調佢踢左腳左翼，佢一樣打到好精彩㗎喎。好多例子都係咁嘅，有時人嘅潛能咧就逼出嚟嘅，最緊有冇機會俾佢啊！但特區政府真係欠商經局阿蘇局長一個機會，一個平台。呢樣嘢咧，其實一陣咧，我留翻仲有1秒，留翻下次。你講得咁好，請你食麵包休息。11點10分，我哋第2節。